Hello， 大家好，38地產阿租，今日帶大家嚟深水埗裕匯一個273尺一房嘅單位。呢個係裕匯大廈嘅歐陸，行去深水埗地鐵站只需要數分鐘。樓底高大概10尺9寸，個廳大概係10尺乘以8尺半。我哋喺另外一個角度睇下個廳，窗外景觀。呢間房大概係6尺半乘以6尺半。咁業主利用咗個窗台做咗張5尺嘅床，2尺半到頂嘅衣櫃。洗手間，最後就係廚房。好，我哋今日睇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頻道，please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